主望2023年11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先知的批判甲激励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22章第1节到25节。这是有关异象山谷的信息，是安怎恁拢爬上厝尾顶？恁这个充满热烈喧哗的城市，恁中间死去的人，毋是互刀剑杀死，嘛毋是伫战争中死亡。恁所有的官长规阵逃走，无一个开弓射箭。箭矢虽然走真远，嘛互人找着，做一个掠去。所以我讲，莫插我，互我痛心啼哭，毋通想要甲我安慰，我的同胞拢灭亡啦。这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互异象山谷惊吓、混乱、受吞打的日。伫迄日，城受攻破，哀叫的声响遍山间。依然下兵骑马，坐战车，带箭地来进攻。结果下兵将盾牌拄出来。你上水的山谷战车满满时，马兵伫城门口排阵。犹太所有防卫拢失效。伫迄日，恁期待黎巴嫩林宫提供武器。恁发觉达味城有真侪破壳，就伫下池积注水。恁点算耶路撒冷的厝，拆厝来修补城墙，互城较好防备。恁伫两个城墙中间造水窟，通积住旧水池的水。毋过，恁拢无倚靠造即个城的上帝，嘛无甲对古早就计划即项代志迄位看在眼内。伫迄日，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叫恁，着啼哭悲伤，着剃光头穿麻衫。毋过恁狂欢宴乐，刣牛刣羊，大食大啉。恁讲，咱来食来啉，因为明仔载咱就要死啦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亲身甲我启示讲，即个罪到恁死，我一定袂赦免。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你去见宫廷财务总管谢宾仔，甲伊讲：你伫遮伫创啥？啥人互你权柄，伫遮为你家己拍坟墓？伫悬的岩石中造一个安息的所在。你看起来敢若真了不起，毋过上主要甲你掠起来，甲你肉归原，亲像球，迄去真远的所在。你会死伫遐，你掠做夸耀的战车嘛会放伫遐。你会成做你主人的家的见笑。我要剔你的职，拔你的位。伫迄日，我要甲我的仆人希利家的囝以利亚敬调来。我要将你的外袍互伊穿，将你的腰带互伊下，将你的权柄交互伊。伊要亲像老爸看顾耶路撒冷的住民甲犹太人民。我要将大地王朝的锁匙放伫伊的肩头顶，伊开就无人会当关，伊关就无人会当开。我要甲伊安置伫稳固的地位，亲像膝仔顶金条。伊要成做因老爸的家的荣耀。
伊个家族对囝到孙的大头，亲像脚仔鞋仔，拢挂伫伊身上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，伫迄日，顶伫坚固所在的乞仔会灵气、力气，伊歹会当大，会无去。先知会批判甲激励。先知的喙所讲的话有两种话语，一种是批判，一种是激励。先知批判现实中的罪恶，包括对亚述、犹大、以色列和列国的审判、审核、指责个人生命中的罪。总是先知也激励人勇往向前，教导所存的人民安怎活落来承载上帝的应允。先知的批判真严厉，互人惊甲毋敢贪散踏雷。啥时阵，先知的激励再现惊喜，互人懒抱仰望，快跑前进。今日的经文讲到，上帝要严厉审判骄傲的宫廷财务总管谢宾仔。你看起来敢若真了不起，毋过上主要甲你抓起来，甲你一规圆亲像球，迄去真远的所在，你会死伫遐。你掠做夸耀的战车，嘛会放伫遐。你会成做你主人的家的见笑。谢宾仔担任宫廷内务大臣，伊建议希西家王甲埃及结盟，这甲上帝心意背道而驰。先知绝对袂点到为止，先知的批判互人惊甲半小死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先知的激励也要互人怀抱仰望，快跑向前。我要将大笔王朝的锁匙放伫伊的镜头顶，伊开就无人会当关，伊关就无人会当开。我要甲伊安置伫稳固的地位，亲像乞仔顶金条，伊要成做因老爸的家的荣耀。先知预言，上帝要兴起以利亚敬取代先知的批判了后，紧接是带出激励。国学者布鲁格曼捌讲，我认为先知关心的毋干那是批判，还有包括激励。先知上面指出世俗主流的意识甲短暂性，伊终究无法度掌控咱的命运。另外一部分，伊也激励群体的信息甲活力。无毋着现实的种种，互人对伫通往新生命的能力感觉绝望。总是先知的事工必须引导人去面对更新的应允，互因看见应允甲上帝拄做伙伫历史中得做同工。就算目前的处境痛苦万分，也爱会当喜乐存着仰望。现代列比赫塞尔针对先知的批判甲激励认为，这是全然对立的两极话语。先知的批判传达出一种不安，甚至达到极度的痛苦。若是先知的激励，互咱伫痛苦了后，感觉有一种永远永留的疼，摆回伫痛苦的时刻顶面。虽然伫短暂有眩煦的光，毋过整体雷电闪烁。先知传达上帝的话，用意伫疼悔背出，也伫建设栽培滋润。我想起无数次，我伫牧师的讲道中痛苦万分，
坐立难安，因为做受指出，我知影迄就是我。我也坐遍伫监牢中听见福音活过来。我看见头前有光，知影上帝听甲真实，明白下一步的路要安怎行。先知的话，无论批判还是激励，拢带领人进入上帝的心意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伤软弱，单单介意听爽快好听的话语？我是毋是伤过严厉，袂记得伫话语中间带出对上帝来的愿望？我是毋是伤软弱，单单介意听爽快好听的话语？我是毋是伤过头严厉，袂记得伫话语中带出对上帝来的愿望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无共的人带着你的话来到我的身边。我愿意伫你的话语中，互光照来醒悟。我相信，独独只有伫你的话语中，我会当受滋润、养饲、安慰。你的话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愿望，是我一生的安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